大家搞炸，帮我们按赞、分享哦。我们在半分钟开始今天的台语课，请帮我们分享给有会讲台语的，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唱歌学台语。已经看到福妈妈，太厉害了！福妈妈搞炸，谢谢福妈妈吼，大概都来坐第一排、第一名的，跟我们的碧霞姐、碧霞姐一样，周五直播都是第一名。好，多谢福妈妈，很开心看到你。OK。大家搞炸！今天呢，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哈，很感人的诗歌，叫做《亲爱的主看外手》，看外手哈。那为什么想到这一首诗歌？其实是因为我一个同事哈，应该说我来泰国第一个认识的。第二个吧，第二个认识的同事是基督徒的同事哦。那他最近过世了，那他在台湾也好几年了哈。他最近因为生病的关系哈，那他很早就辞职，然后回去，然后最近过世哦。那我就想到说，也送他这一首歌。这首歌是1932年一个美国黑人作曲家多塞哦，就是他呢。因为他去参加一个奋兴会哦，那个时候他的老婆正在分娩，结果呢，后来在这个很多听众都很喜欢他的歌，可是结束以后他却收到了消息哦，因为他老婆难产过世，那他本来想说，哎，感谢神，他孩子还活着哦。可是没有过几天，孩子也夭折了哈。那他非常的难过，那甚至抱怨上帝哦，为什么让他这么痛苦？最后呢，葬礼结束以后，他回到家哦，上帝安慰他哦，坐在钢琴的旁边哦。那所以他就写下这首歌哈，亲爱的主看外手哈，亲爱主牵我手。那很期待，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今天这首歌很短哦。好，那我们首先要来欢迎我们的老师，老炸，老早老早，大家老早，老炸，老师台湾有落雨无？台湾早暝有落雨，即阵无。一准无？我们早上也有下雨哈，然后就放晴了哈。每次下雨放晴就觉得上帝很神奇哈。就是你知道那个是重庆啊，重庆现在在这大水，你知不？重庆咧说大水，这大剧，然后大家都在讨论长江三峡会不会溃堤哈。那我们能够生活在很安乐的土地上面，很感谢神哈。很多人已经因为洪水没有房子不见了。好，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同学，Hello，齐阳老大，老早，食啥咧？假爸喂，OK，再来是东富跟对一涵，大家好，老师搞早，主播搞早，老早，组长搞早，组长，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真欢喜看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书写规则，还有读音变音哦。所以等一下每个人都要会写自己名字才可以下课。好，然后这个是上一次的八声哈，挨个会记嘞哈。我们来考试好吗？沙地口夸人 A P D 哈，然后接下来谁要下一行？车水厝看人歹路诶，
罗诶，哦，很好很好，足好诶，念了足好。厉害厉害。下一个后一抓，灾祸别搞搞唱落，真的对吗？孤暴毙，孤灶土热，狗灶唱烈，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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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烈，烈，哦对。烈抓，我们这个是在发声练习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这一首歌，请老师。亲爱主，看我就给你做我的，我要跟花乱走，我有求，有梦透过金盖给我，亲爱主，看我就暂停哈。好，我们的第一排的弟兄也来了哈，来跟我们打招呼。老大，平安。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厉害了？有，多谢，今天要哪读啊？豆浆，多偏心兄弟，多兄弟，你叫多兄弟。伊临港来教恁台语，伊台语足够诶哦。哦，咱应该爱请伊来迄个哦，遮来甲咱 hello， 老早。后摆有闲吼，来我们这里坐坐，来线上坐坐安尼好，多谢多兄弟好。啊，老师爱教咱读这条歌。亲爱主对无？啊，那个亲是第一念，所以变第七。亲爱主，亲爱主，三字一句哦，亲爱主。亲爱主，我手，看我手，引领我，引领我，两个拢第一声拢变做安尼，带我行，带我行。来，我老师也讲迄个，老师讲引领我，本来应该讲引带我，对无？引领我，因为唱歌的人唱引领我，所以咱即摆爱唱引领我。台湾话是讲引带我啦吼。但是引领我有哪会使啊？咱就照唱歌的安尼读就好。我也先。亚线，那个亚变音到第二声就我亚线，我亚线，我软弱，我忧愁，惊风浪，哦，来。过暗暝，因带我，进光明，因唱歌唱光明，光明有哪会使哦？啊，伊唱光明，咱就光明吼。亲爱主，看我手。到天庭，对，就安尼简单吼。嘿啊，
较好读，但是无好笑，咱过来笑两摆。好来，我放来教来笑。我就因错过一年过，错过我也我软弱，我就亲爱主，看我求到天边。没有仔细听，觉得像英文。来，个一个笑一个，啊，笑。我也是，我软弱，我有求，有我情的亲爱主，看我我要来问迄个老师哦。老师敢有遇过亚仙软弱忧愁的时阵？亚仙，平常时袂当问，只会当问。亚仙就是讲做迄项代志个真热啦吼，是讲个无成果，就是讲我做了是要创啥，无目标。安尼做工课就会亚仙，亚仙所带来的就是软弱，因为你很疲倦，很不喜欢做了，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感到无力感，无力感就是软弱，亚仙耍了软弱，软弱，然后不知道要干什么，就会感到很忧愁。以后怎么办？都会啦，常常会啦。常哦，就是以前我跟你说哦，我以前在做音响，因为长时间在做音响，有时候遇到问题，比如说有杂音啊，有鼾声啊，很多问题就会出现，然后抓不到，很多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就很亚仙。乱弱忧愁，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做好？真的哦。可是呢，很奇怪啊，有时候过一个晚上以后啊，就想到要怎么办了。第二天就把那个问题处理掉，然后亚仙之后还是很快乐的就是做音响，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还会亚仙哦。因为出问题不会那么顺利的，有时候还是会遇到问题啊。哇，第一摆听到这个代志哈。对啊。组长齐雅嘞，有没有？我当然是有啊，因为我是人啊，可是人总嘛会软弱嘛。那你软弱的时候，要依靠上帝来给你加添力量啊。什么事情让你软弱？私事不宜公开。不是，刚好是那个 WiFi 有问题。WiFi 有问题，很好，飞机刚好经过。好，然后
师母有跟我们问好哦，大家早，很认真，加油，好赞，好好赞，赞，好赞 ，OK，亚神哈。真假有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跟你这样，我就想到我弹钢琴也是以前在读音乐系，每天练8小时，真叫做亚神然后练到那个去找老师，老师还是说不行，你就觉得，哎呀，很奇怪哈，就是很想要放弃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包括说，很自己觉得说很有能力的时候，结果其实是不行的哈。这个时候就觉得上帝很爱我们哈，上帝引带咱对不哈？像齐雅说的哈，依靠上帝哈。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上帝，你一定要来认识哦，他一定会牵着你的手去走过这个难关哈。好，那我们就要来上课。今天这个变音哈，我昨天跟老师弄到11点，对不对？因为太笨了，都学不会哈。这边1732的，好，这个是上一次的那个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对，一个字的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可以什么都没有，就那个核心一定要有然后音调。音调你虽然是空白，空白就是第一音嘛，所以音调跟核心这2样不能少，其他都可以少掉。如果都有的话，当然也可以，或者是有接音，或者是只有尾音，或者只有声母，不管你有哪一个都可以，统统没有也没有关系。组成一个字，就一定要有母音，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基本母音，那个核心有时候叫基本母音，那一定有的。然后我们在下一章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了这个，那核心呢就是那第2章我们看每一个音节必定有基本母音，就是刚刚说的核心跟声调这一定要有的。第2个声调的符号呢，你一定要标在基本母音的上方，比如说 THAI， 那个 A 就是基本母音了，你的那个声调的符号就标到那个 A 的上面。第3点说父母音就是说2个字以上的母音，比如说 OE 啦、OA 啦，或者是 OE、OAI 啦，3个或2个都叫父母音。父母音的时候，那要标在哪里呢？标在 I 以外的其他的母音的上面。你就比如说 KIAU， 你就不要标在那个 I 的上面，你一定要离开 I， 因为那个 I 很小，而且上面有一点，很容易跟那个音标就混在一起了，所以尽量的避开 I。第4，这边说明，如果只有 I 是母音呢，那一定要挂在 I 的上面呢。可是那个 I 上面的那一点，你就不要再点了。你手写的时候也一样，你 I 就不要再点那一点，直接配左边右边，或者是一直线就是这样。这一章就是说明你那个文字我们已经知道文字的结构，一个音节的结构，那怎么写呢？这个结构我们已经懂了，那怎么写？那个基本的注意的事项，我就刚刚已经写给你，就是这样子好，在下面来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个核心跟声调一定要有，其他都不用，就可以不用有的话也可以然后声调符号一定要写在母音的顶管对，母音的顶管。但是如果有 I 的话，尽量不要写在 I 的顶管。对。我昨天为了这一句话搞到11点才搞懂，所以呢，就是 I 如果有 I 上面只有 I 的话呢，
只有 I 上面那一点不要，要画一横。然后如果除了 I 有别的，就写在别的上面，不要写在 I 上面就对了。这样子哈，这样大家都懂了哈。懂。很好，大家都比我聪明。知道了。这么简单还搞到昨那么天晚上已经搞懂，我们就很容易懂说你不要戴帽子，要撑雨伞啊。哎呀，我真的是大家都很好，比我聪明哈，很好。下一个。罗马字的标记哦，就跟英文是一样的啦。有时候罗马字没有说很严格的规定你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你就照英文的写法就好了。人名、地名，还有题目啦、机关啦，你都可以哦。第一个字要大写第一个字你就用大写。我没有讲到的部分，你就比照英文就好了。姓名的写法呢，姓和名的开头要大写。如果名字有2个字以上，那中间你就要用一个 hyphen， 就是画一个连接号。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例子，他姓林，叫林 L-I-M， 那个 L 要大写。林，你看林那个 I 的上面一点不要，直接第5音。应那个应 ENG ENG 如果你手写的时候 ENG 那个标号不一定要在一的上面，因为那个一太高了，大写的话已经很高，你再画上去很不好看，所以你手写的时候可以配到那个 N 的上面 NG N 的上面你可以配在那边就好这样比较好看但一是这里的母音，你应该是如果印刷的话，印刷它就自动会标到那个一的上面。我意思就是说 ENG 那个字，如果你手写，你标在那个 N 的上面也可以了。还有清写 ENG 清硬跟清，那个清就不用大写了，那个中间要一行就是一个 hyphen 一个连接符号。来，第3，每一句的句首第一个字母大写，就你写作文的时候也一样第一个字母要大写第4，尊称，比如说你说到神或者耶和华，然后上帝或主或天父，或者是指着上帝的你都要大写还有基督这样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就是尊称的时候大写，这是书写的原则的第2点1、2、3、4，再过去一张是什么？还有连写字号。你看台湾的我们在写那个歌词的时候，你也看到常常中间有画一条线，那一条线是干什么用的呢？那一条我们称为连写字号了连写字就是说你2个字不能分开，你分开的话，我常常跟那个很会讲英文的人说那个连线，比如说特别，你的英文叫 special 是不是一个字而已？只有一个字，那你特别你得用那个连字位，你连起来不就是一个字了吗？就是2个字要连成一个名词的时候要连起来 ，mose 你就要连起来就会我们说铅笔2个字合起来一个 pencil， 那 pencil 不是一个字吗？可是我们台湾话是说2个字烟笔，所以中间要连起来，懂还有代名词这里我写的是烫的烫读的时候要这个啦这个叫这个。如果说这个我就要写第8音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叫这个遐的加的 HIH 就遐的动词的时候比如说小台
你要把它连起来，因为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意思嘛，不能分开。还有审判，审判啊，审判、审判两个字合起来才一个意，才有意思，分开了就好像不对。副词的时候，关定或者是随时这个要连起来，还有连接词连词，所以我以为安呢，所以安呢，虽梦就是虽然呢。我虽然我虽梦，这是连接词连词，所以虽梦，这个都要连哦。在下面还有第二页说还有数目字比如说153尾，你这个要100要连起来53要连起来。53支53尾，要53尾去啦。这里是说153尾，新约圣经内底有那个圣经里面有153尾，对，彼得啊，彼得俩153尾去，重叠字还是讲对，水，金你这个连。重叠字的时候要连起来拜，或者讲管这个都要连起来。片语就是说泰戈暖了这边写的叫泰戈暖了是合起来4个字是一个意思嘛，就是很脏的意思的泰戈暖了你就要连起来。还有后面有个无影无甲，无影是一个词，无甲。你可以4个字都连起来，也可以。我现在是把它分开，无影无甲。老师，成语呢？成语是跟片语艺术同款。片语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成语。惯用语就哦骂嘛。我们哦为了要加强那个哦的语气就加一个骂嘛。骂嘛，能信，我这边写能信，骂嘛，能信，还有白色，金细，有没有？这个后面泰文加强骂就是很泰文，骂很是骂，对起来，这是马，就是马不对马对不对？但是我们前面那个音要变音变成马，对不对？写的时候要写第3音马，然后是第一音嘛。如果你不变音的话，就马，没有人这么说吧？就变来第二个骂，那个马要变成骂，骂，变音。我们刚刚说要变音了，下面一章就讲到变音怎么变这个是大家那个东西。对，这个地方就是连接比如说我第一个字说基督教3个字连起来有没有？基督教3个字第一个字要大写有没有？基督教第一个字大写因为3个字连起来是一个意思所以要用连接词，要用一个 hyphen 要连起来来泰那个 T 我也大写，因为国家嘛，国家要大写。泰国来曼谷金里等，曼谷金里等，你可以把5个字就是代表说万曼谷啦，曼谷好像万国但是我这边写的是曼谷真理堂。泰国的曼谷真理堂，那曼谷就是曼谷曼谷真理堂。
精力等，所以就这样子啊。第二个记，第二个要让大家认领哦。认领哪一个是哪一个？找不到我的在哪里？老师行迈共哦，和大家认领。劳动户起撇下，哎，有人认领了。劳动户劳动户好六第三声哦，了金啊，那是那嗯，灵魂清，灵魂精金哈，精。灵魂精，啊，若要读做清，就爱两个 H，C H H E N G 读做清。啊，如果只有一个 H，就读做精。精精哇，精哇，是伊收亚收的收开力开力，力，改力来张安吉。安吉哦，所以这边也是叫你知道说名字要怎么写，赶快抄就起来姓的，第一个字大写。起来等一下要会写才可以下课。赶快抄在白板，要秀给大家看，这样太好笑。OK，抄完了没？拍照，这个厉害，科技作弊。好了哦，好，再来，我们要看下一章是什么。然后变音，现在要讲到变音哦。我们书写的时候啊，一定要用原来的声音写，原来的标音。但你读的时候呢，除了最后一个字以外，每一个字前面的每一个字，通通要变音。这边有一个例子哦，我这边举的例子是说，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那最后一个字府不变音啊，其他都要变。高雄，它没有变音的话，我念给你听哦，不变音哦。高，来雄，七景户，这样念的话是很难听。歌要变作歌，要变作低长音，高长变低长，歌变歌。啊来雄是第五嘛，第五变第七，雄变雄歌雄这两个字都是低长音，歌雄。啊来七本来是第七音，现在我们要变作曲。要降下来，用起，再来景要变作第二音变，景本来是第三音呢，要变第二，景要变静，用起静复，没有复不变，复是第二音不变，用起静复，啊，东复歌哦，东复歌它那个复是读第三音复。啊，这个是不一样，第三音呢？劳动户跟府不一样。有啊。好，第一个会了哦，所以你看看啊，我用红字代表已经变音了，读音就读作高雄起静户，这是标准读音哦。啊，然后你分两句，这句话可以分两段。我被我就说我现在分高雄市，然后我最后才说政府，我要把政府跟高雄市分开。那分开的话，你要怎么练呢？高雄市那个市不要变，然后有没有第二个高雄市？再来后面政府，我分作两段，那个市就不能变音了。再来最后一行。我把高雄变一个句哦，高雄，然后起静户，
起敬户是一个名词嘛，高雄也是一个地名嘛。那高要变，雄不能变。高雄，你看我没有变哦。再来起敬户，是不是后面要变？第二句是高雄起，高雄起，三个都是第七音，就是低长音。高雄起，是不是完全一样？本来是讲高雄起，高雄起，现在变成高雄起，那个音都平平的。第二七第七音，这样子的变音的规则就是说，你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不要变，其他每一个字都要变。那为什么1要变7，要5也要变7，要7变3，3变2？这是什么是什么？这是台语的文法。也就是说，外国人在学台语的时候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这样变音的规则你看，第一要变第7，第7变第3，第3变第2，第2又变回第1，那第5音呢就变第7，这样也很简单没有很多然后4、8复变，4音第4音变第8音，第8音变第4音，这是变音的规则。读音读音一定要变，所以每一个字都要变，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变音的规则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图记起来，这是最基本但实际上呢，如果要详细的来说明分析的话，要看下一章了这一章是比较清楚因为比如说第五说南部的口音就变第7第五北部的口音变第3这边不是画圆的，是画方的。然后 H 呢 PTK H 那个4个里面的 H 是不能够复变。事实上我说你可以把它复变，你复变以后你读不出来，所以你不得不要变作第4音变作第2音，而第8音变作第3音 H 的时候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是我在学的时候我是不管那个 H 的，因为我把 H 当作4、8复变就好，因为你就用4、8复变，你第8变第4的时候，你自动会练成第3音，因为你练不出第4音来那个南北呢，因为南部的说台语的比较多，所以第5音变第7音的比较多，变第3音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台南的台语叫做台南南北这个南台那个台是第5音嘛，南的台第5音是不是变作台南，变第7音台南如果台北人说台南，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台南，我说台南，他说台南我们说台北，他们说台北，他们就把那个台变第3音就降低了台北人台北人讲话就是那个口音台北台北那是第7音，那个台变第7台北那个台它变作第3音，所以都可以可是在讲台语的人因为我住在南部，所以我听到的都是变第7音，很少变第3音但如果你到台北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会听到很多变第3音。中部是不是也跟北部很像？中部两边都有，中部有人说台北，有人说台北，都有。中部等于隔开了。台北。我现在是练习说发音的第几声，哪个地方讲怎么样，我们不要管，而且我们也同意他这么说，
没有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都对啊。但是我们要懂得就是要容纳各种方言、各种说法，但是我们要懂那怎么写、怎么变的。可是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写原来的声音台一定要写第5音，台你不能写第7音或第3音写原音，然后你要怎么读那就看习惯了。以后如果说很多人都这么说，那就是那样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很少人说的就尽量改掉就好了。4变2那个 H 是什么意思？4变24变2就是你4比如说我这边没有写例子比如说我们说是第4嘛我没有4的话4H 变第2声你说的时候很难你说嘛就变成第2音迪亚，上次说的迪亚吗？没有，就后面有一个 H 的，那个 D 不是TM 不是有 H 的音我们以后看到的时候再来说好了，因为你要第8音，比如说你有一个 H 的第8音下你管下，没有，现在很难找突然间很不好，突然间想出来，以后看到的时候再来说明我们在下面一张。等一下，对啊，那就是要看这首歌，然后来练习，看我们是不是连音，对吧？刚才有讲到连音，然后变音，那嗨粉呢所以亲爱要嗨粉，亲爱住，怎么样？亲爱为什么要嗨粉？亲爱，亲是第一音嘛，现在我们要变亲，有没有？亲，他写的时候是写亲，第一个声音是亲但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变作亲爱？如果亲爱2个字当一个词练的话，那就练作亲爱如果说你亲爱住3个字合起来练的话，你不要亲爱住亲爱这个亲爱爱是第3音你连到后面的话，你要变成3要变2不过我下面一张好像有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变法，没有呢？下面没有了吗？对，好，看我手，比如说我们来看我手看是不是第一声看是不是很高你要用看我手是不是降低了看高长音变看低长音看第一声变第7变第7嘛看我是第2声是不是要变作第1声第2声变第1有没有2要变1看我是第看我手我变我看我手就不手没有变比如说音令外2个字都是第2音音令哇都是第2声那现在我们前面2个字要变第2要变哪里要变第1变成音令外有没有音令外不是音令外变第1声
来，带我行，带是第七音，第七音的带变带，变第三音，带我行，我变我，带我行。啊，我行，带我行啊！如果你说带我啊，没有行就是带我，可是有行的话，你就带我行，就是那个要变，我要变我，带我行。哇，啊，我带我行，你说带我行，人家也听得懂了。可是你听起来就是没定邓，人家说你台语不定邓，就是因为你变音变得不好。带我行，跟带我行都一样哦，都很好听哦。可是有一个就感到很顺口，有一个就好像有一点，有点不太顺。带我行，带我行，不太一样哦。来，我也先啊！你看我也先，我也先，我变第一嘛，我也先，第三变第二，第三你看这边有第三变第二，我也先哦，我也先有没有？我这边用红字，我也先，我也先，先大先，要变音以后变我也先啊，原因是说我也先。变音以后，我也先变高了啦吼。再来，我有球没有变，我有球，第七是不是要变？那个我有低音变第七，本来是讲有高长变低长哦，高长音是第一嘛，第七音是低长音嘛。我变我，有变有，所以我有球，优秀，有优秀，我也先，我有球。有我有球，这是我们唱歌哦，刚刚唱的部分的两句话，把它举出来。我也先，我乱喐，这边还有一个乱喐，乱是第二音，变成乱喐。我乱喐，乱那个我乱两个字都是第二声，变作第一声。我乱喐，喐不变，喐不能变。我乱喐，我乱喐，我有球，我有球，看最后，这是讲到最后了。最后要么看我手，看我手，看我手啊！你看看我手带我行，看我手带我行，有没有？啊，如果说我不变音怎么练呢？我练那个不变音的哦，看我手看我行。我这样练的话，同样可以听得很清楚了。可是你把它变音以后，就变看低音变第七嘛，看我手，带我行，看我手，带我行，带那个带变带我变我行。啊，我行，带我行，你这个地方要学会变，然后你的台语就会练邓哦。我行，第三行，金风，第三行金风龙，金金风红两个都是第一声啊，第一声都是高长音，金风，我们现在要变作低长，金风龙。三个音都是第七音哦，金风龙本来是金风龙哦，本来是金风嘛，现在变金风龙，风浪，金风印啊，应该是
台语啊，风浪是说风硬，不过它是照那个字面来唱歌，所以叫金风浪。金风浪，桂暗梅，桂暗梅这个是南部口音，有没有？如果北部口音的说桂暗梅，北部口音就变这样。桂暗梅这是南部口音哦。还有我们都说桂暗米啊，对你跟我一样，我也是说桂暗梅。我们说桂梅，桂梅，这好像不一样。我的那个梅哈，梅有的说米啦，有没有？如果有人说米的话，也是可以的。桂暗梅，音带我，你看音是第二声嘛，音带变做音带我，音带我，本来是讲音带我，你说音变音又提高了哦。印是第二变第一，印变音，带变带，音带我啊，所以高高低好像唱歌一样。台湾话，如果说你不会讲台语，你听人家讲台语，你会以为他在唱歌。我记得哦，我以前哦，在当兵的时候啊。有一次，因为营房有一个围墙，隔开外面的民房啊，外面民房是客家人的民房，那个围墙的里面是军营啊。那我在军营里面呢，就听到外面有人在讲话，他们客家人当然讲客家话，可是我听他们客家话非常好听，好像在唱歌。然后他们听台湾话也是一样，非常好听，好像在唱歌。因为啊，它本来就有音调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哦，哆咪嗦嗦哆，哆咪嗦嗦哆，事实上就是5000块我付。嗦咪哆嗦咪，咱来吃炒面。嗦咪哆嗦咪。哆咪嗦嗦哆，咱来吃炒面，5000块我付。每一个字都有音调，对不对？台语的每一个字都有。如果那个音调你读起来好像不太顺，那个音乐性好像不太好，就要变音，变成好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台语是很优雅的文字啊，很优雅的语言很多地方有用。我说你学台语有很多好处啦，等你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就很想要把这个好处告诉人家。那我现在教你不那我也不会，我也是50多岁54岁才开始学台语，但是我学会以后啊，我会就好，何必要教人家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处实在太好了，太好用了，用在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有用不仅这里等一下我们又看到那个，如果要读那个唐诗的时候啊，那用途更多知道在这个特殊变音。我们要讲到特殊变音，要讲这里好来，如果有2个 hyphen， 就2个连画的话，注意双连号，拜开，拜卡，2个就是2个连号的前面一个字不能变音。现在是特殊变音了，特殊就是说比较特殊一点的，跟前面的讲的不一样。不过这个时候一定要用2个连号来代表，比如说拜开，那个后面的字要读轻，不管它第几声，你通通要读轻声。拜卡拜卡本来是这样嘛现在你要念作拜，那个拜要变第一声，拜那个卡第一声不能变，拜开。那后面的要读轻声，掰开，切梅，
有没有青梅白开变水的臃肿的强壮的臃肿的，是不是前面那个字都不能变？当前面一个字不能变的时候，你要用2个连号。那第二个嗨呀惊叹号，惊叹号说嗨呀嗨呀，用嗨呀嗨呀嗨不能变音，嗨嗨嗨呀嗨呀就练清音。嗨呀，我没地方多，我到飞机场了，忘了带机票。嗨呀，嗨呀，是不是这样说的？再来，天理，我们主导文里面主导文的天理的背，你的名姓，你的国领导，那个天理就是要这样写。我想我们下一次来练那个来唱那个主导文的歌好了，它里面将有天理。就这2个字，天理背，天不要变音，在天上天理。后面再来一个日，那个日是第8音，第八声，日不能变哦，不能变音哦，日是就改变了，日是没事的来。惊那个惊不能变音哦，我惊死，惊不变音，那个死哦，死不音，惊死，我惊。如果说我没有画2个连号，只有画1个，要怎么练呢？那个惊变音，惊第一音要变第7，惊死变惊死，惊死跟惊死不一样吧？惊死就已经死掉了惊死就是你怕死哦，惊死意思不同哦，也就是说1个连号跟2个连号不一样。来那个不要变音，那后面有2个怎么办？你说你2个统统读清音就阿罗提对，对，那个不能变音阿罗提，后面呢吐出来，吐出来，那个吐也不能变音，后面读清音，吐出来。下面一个叫无不能变音哦，无起。后面读清音无起，东西看你啊，就我遗失的东西，我的手机无起，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只有1个连号怎么练？那个无要变音的话，变第7音，第5要变第7，无起就没有去嘛，无起跟无起就是意思不一样，我无起。就是我没有去啊，我没去就是我东西卖给啊。是不见了。好，来，日。如果说只有1个连号，你要读说第7变第3，日。现在呢，不能变，日跟日差很多。比如说你借我100块，我后日还你，后日都什么时候要还你，你知道吗？后天，后日是后天哦，我讲后日以后，后日可能是后天哦，也可能没行啊2个礼拜哦，也可能2年哦，也可能20年哦，20年。20张没行，可以是20年到200年哦。就钱爱用，无人敢借啊。好我后日还你，你借我200，我后日还你。好厉害，很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到这里就好。我们还有很多例子哦，以后再说了。
后面是缩短的太多了，太多了。我现在开始进入台语的精华部分，精华，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东西都出来了。好啊，那我们再唱最后一次就结束哦，要跟大家讲再会安尼哦。亲爱主，看我好，我来放音乐。不用放，没关系，我们清唱。我会小声一点。爱主，看我手，牵错我，做我感谢，好，感谢罗兰，感谢顺行对吧？谢谢老师。这个啦，大家后礼拜下礼拜二空中再会。再会。再见，大家。